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很开心在今天祷告会又相聚在一起吼。这时候我先读一篇经文，在诗篇27篇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阿们。我相信在我们每次聚会当中，我们都很渴慕，在我们要敬拜之前，我们是不是用一颗很单纯要敬拜神的心，单单把你的注目仰望在耶稣的当中？这时候我们一起来起立，我邀请大家起立。在还没敬拜之前，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跟神说：今天我要经历你的爱，我要经历你的话语能够在我当中，不论我现在的境况是什么，求神能够指示我，来安慰我，用你的话语，因为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向神求，我们一起来祷告。当我数3声主啊，我们就一起来开口祷告：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父神，满心感谢你，谢谢主耶稣能够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是的，主，你就是我们的亮光，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生命中的唯一，我们都需要你。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生活当中，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在这里都能够领受、经历你的爱，被你的爱拥抱。是的，主耶稣，感谢你，哈利路亚！什么了？爸爸来，我来，神来，来，我来，主啊，我们要经历你，全的圣灵运行在这个当中，哈利路亚！说吧吧吧吧吧吧吧，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让圣灵的水流在我们这个当中，哈利路亚！说吧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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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哈利路亚！说吧吧吧哈利路亚！这时候跟你旁边人说，我们都是耶和华神的军队，我们都是耶和华神的军队。我们一起唱这首歌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我看见虽然我们每个人戴着口罩，但是当我们笑的时候，眼睛是笑眯眯的哦。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一起拍手。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真理来荣耀，行的是灯牌。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救人是头盔，有神灵宝剑。再次宣告，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真理来荣耀，行的是盾牌。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救人是头盔，有神灵宝剑，带着生命引起满有能力，带着属天权柄，胜过一切仇敌，用信心新生气。我们一起说，让我们兴起，兴起为主来发光，快口将福音传到万邦，兴起，兴起为主来发光，同心为主刚强。让我们兴起，兴起为主来发光，快跑将福音传到万邦，兴起，兴起为主来发光，同心为主刚强。哈
军队，阿妹。阿妹，我们都是祝福的军队，阿妹。阿妹，我们都是传福音的军队，阿妹。阿妹，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真理来说要行的是盾牌。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救恩是头盔，有神再次说，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真理来说要行的是盾牌。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救恩是头盔，有神灵宝剑，带着神灵印记，满有能力，带着属天权柄，胜过一切仇敌，用信心新生机，一起来宣告，让我们兴起兴起，为主来发光，快跑将福音传到万邦，兴起兴起，为主来发光，同心为主刚强，让我们兴起兴起，为主来发光，快跑将福音传到万邦，兴起兴起，为主来发光，同心为主发光，带着神灵印记，满有能力，带着属天权柄，胜过一切仇敌，用信心新生机，我们再次宣告，带着神灵印记，满有能力，带着属天权柄，胜过一切仇敌，用信心新生机，让我们兴起兴起，为主来发光，快跑将福音传到万邦，兴起兴起，为主来发光，同心再去宣告，让我们兴起兴起，为主来发光，快跑将福音传到万邦，兴起兴起，为主来发光，同心为主刚强。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要归我们神，我们跟神大大的欢呼，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军队。阿妹，阿妹，我看到大家开始很热情的来敬拜，我看这首歌也是非常可以让大家气氛都是非常的火热。这时候我们要再从头的宣告，我们就是神的军队。阿妹，阿妹，我们再从头唱。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真理来说要行的是盾牌。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救恩是头盔，我们再次宣告，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真理来说要行的是盾牌。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救恩是头盔。我们一起举起手，带着神灵兴起，满有的神是满有能力的神，带着属天权柄，胜过一切仇敌，用信心新生机，让我们兴起兴起，为主来发光，快跑将福音传到万邦，兴起兴起，为主来发光，同心为主刚强，让我们兴起兴起，为主来发光，快跑将福音传到万邦，兴起兴起，为主来发光，同在主手中刚强，让我们兴起兴起，为主来发光，快跑将福音传到万邦，兴起兴起，为主来发光，同心为主刚强，同心为主刚强，同心为主再次说，同心为主刚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我们上帝，谢谢主耶稣，感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欢喜的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安静聆听神要跟我们说什么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主啊，求你安慰我们，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激励我们，求你给我们更多的能力、智慧，把这个福音传给那些还不认识的人。圣灵带领我们，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来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力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是的，圣灵，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力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们一起举起手，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们再从头说，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耶稣，我需要你恩膏来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我们再次跟神说，我要追求，求我的生命的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主啊，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再次说，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再更深的说，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
敬拜你，在淋雨中再次说，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在淋雨见你领。我们什么时候快跑奔向主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时候真的看到主，看到神的所给我们的意向跟目标，我们竭尽全力的去奔跑？还是我们常常就是像散步一样，左顾右盼，走在信仰的道路当中，我们没有全力去奔跑，没有全力去为主而活，没有全力去得到那不朽的冠冕。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在散步，而且是分心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没有看到异象之后，我们没有专注在这异象当中，但是我们一直分心去做其他的事情。我喜欢陈牧师讲的比喻说，怎么会有人盖房子在桥上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常常把房子盖在桥上，短暂、不可靠，它只是暂时的。弟兄姐妹们，像彼得一样，他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看到耶稣基督在岸边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要，他赶快跳到水里，快跑的游到快速的游到耶稣基督的旁边去。他快速的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即便他看到耶稣，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因为他在前几天他才刚出卖他的老师，但他在爱耶稣的心没有改变。耶稣我，耶稣什么都不用你说。吃早餐了吗？鱼烤好了。最后才给他一个生命的考验：你爱我胜过这一些吗？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我们生命里什么时候快跑跟随主？还是一样，我们常常左顾右盼，我们不够集中精神在神的身上，我们不够集中我们的力量在上帝的身上，不够集中我们的专注在意象当中。我要讲的并不是很远大的目标，说哇，你必须要得人如鱼，要好得到1000个、2000个、3000个、5万个灵魂、1000万个灵魂。我不是讲这个，我要讲的事情是你今天有没有为主做见证？在你手中所做的事情有没有荣耀神的名呢？当你开始专注在上帝手的身上的时候，你就开始用力认真过你今天的生活，好不好？我们可不可以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跟神说：主，我爱你，我们要跟你我要亲近你。主，求你带领我们，引领我们的心，让我能够快跑跟随你，让我能够与你建立起更亲密的关系。我的眼神不被我的专注力不被我生命当中的困境给影响，不被我的痛苦给影响，不被我的过去的事物所影响，而是我们快跑的来跟随你。神不要人一直回头，罗德的妻子回头之后，他就变成石头，那不是魔法，而是上帝告诉他说不要回头，因为过去充满了哀伤，过去充满了不属神心意的事情，现在往前看，往上看，专注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跟神说：主，帮助我专注在你的里面，聚集就是要越来越像你。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主耶稣，你爱我，谢谢主耶稣，你从我出生的时候你就爱我，你让我知道怎么样去爱人。谢谢主耶稣，帮助我到生命当中，当任何的波折，主啊，你仍然用你的话语，能够去帮助我，去安慰我，你去激励我。是的，主耶稣，感谢你，哈利路亚！是的，是的。当瞎眼人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要什么的时候，他马上说我要能看见。耶稣就让他的眼睛能看见，他眼睛一张开，就看到创始成终、创造世界、创造他生命的主耶稣基督出现在他面前。他当然他认不得，
因为他的生命、他的肉体、他的灵魂还没有与神对焦、与神连结。可是等到他对焦的时候，等到他与神连结的时候，他用他的生命去见证说，很多法利赛人去为难他说，他到底是谁？你以前是瞎子是真的吗？他说真理我不懂，神学我不懂。你们问我说他是谁，其实我也不太认识。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过去我是瞎眼，如今我看见。我用我的生命来做见证。弟兄姐妹们，神学我们不太懂，真理有时候我们也讲不太清楚。但是你的生命就是最美好的见证。过去我是个酒鬼，如今我不喝酒了。过去我曾经沉迷于某个东西，如今我生命改变了。过去我曾经这样，但是如今我因为耶稣基督，我变得不同了。这个叫做见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我们的 focus、我们的专注都放在我看不见，我不能起来，我怎么样了？我怎么样了？我怎么样了？一大堆的理由在当中。但是耶稣叫我们说：你要什么？我要看见，看见就要聚焦，就要对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你的生命就会有全然的改变。你说主，放心大胆跟神求说：主，我要能看见，主，我要能够起来，主要我要能够改变我生命当中的困境，主，我要能够，我知道不太容易，你可能做一个祷告10年、20年了，但是不要灰心，你持续的为这件事情来祷告的时候，就今天晚上你放心大胆跟神说：主，我的孩子得救，主，我要能够改变，主，我要能够更快的来跟随你，我要更多的专注在你身上，主，我要改善我跟我家人关系。今天晚上我们放心大胆跟神求，求主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生命当中的那根刺，拔出我们生命当根刺。求主亲今天晚上来触摸你，请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换声主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感谢你，求主能够大大帮助我，保守我在过去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好像你现在向你悔改，求主能够大大保守帮助，也给我更多的力量，给我更多的智慧，能够在我的生命当中，不论是在工作、家庭，相信主耶稣能够带领我们。哈利路亚！什么妈妈的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你里再一起说，我要追求，我要追求。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你与真理里，我敬拜你，在你与真理。天父，你的孩子站立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每一个向你举起的手，每一个向你仰望的眼，每一个向你敞开的心，在今天晚上你都知道。求你这时候你的圣灵再次自由运行在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悠长教会当中，这是你的家，你就在这里。当你的孩子聚集在这里的时候，你就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的当中。求你再次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有个位置是特别为你而留的，就是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为你留了这个位置。求你亲自进入我们的心中，触摸我们，再次与我们同在。今天晚上是美好的夜晚，你再次透过弟兄姐妹的祷告触摸他们，当他们走出
教会的时候，他们生命全然的改变，他们困境全然的改变，他们害怕全然改变，他们惊慌全然的改变。因为主，你就是赏赐我们健康、平安、喜乐的主。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坐下，前对旁边的说，你是蒙福的人，是蒙福的人。每一次的聚集都是帮助我们越来越强化，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每次的神的话语喂养之后，让我们都能够更加的勇敢。我知道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软弱，会跌倒，好像感觉不到神，好像或者是说神的话、神的灵没有在我生命当中彰显他奇妙的作为。但你知道吗？有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神他本来就爱我们。我们在瘫痪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记不记得瘫痪那38年的病人？他没有做什么，他等候了38年，以至于耶稣基督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焦点是错的。他在等候那个阳门的水，那毕士大湖在震动的时候，以至于耶稣基督站在他面前，他认不出耶稣基督是谁，他只看那个不会改变的事情，看那个不会震动的，看那个好像是人家从民间的传说，他只看那些东西。但是耶稣基督站在那，我讲错什么吗？我引用错经文吗 ？OK。但耶稣就站立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没有说什么，他就说，就跟他讲说，你要得痊愈吗？他说他好多理由，可是耶稣只问他说，就叫他起来行走。不是你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神要医治你，而是神本来就要医治你。阿们吗？恩典早就已经预备好要给你了，恩典早就已经预备好要给我们，只是在等候我们转向他的时候。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 focus， 我们的专注都是在，哎呀，没有人帮我啊，哎呀，那个池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抬下去啊，哎呀，我的资源不够啊，哎呀，我怎么样啊？我们常常花很多时间在哀叹，可是我们再一次把你的眼光从那个毕士大湖池水转向那个阳门，你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知道吗？为什么西缅他在圣殿当中素常盼望？他看到约瑟、玛利亚抱着耶稣基督，他一眼就认出他是基督，因为他素常盼望，他等候就是他，所以他一眼就能认出来了。你知道吗？我们在等候谁？当耶稣出现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你能认出来吗？当神迹要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能够接得到吗？当恩典要浇灌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预备好了没？当神要来使用你的时候，你成为好的器皿了吗？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器皿。神在天上预备要赏赐恩典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主，我预备好，我要承接这个祝福了。主，我已经预备好，求你使用我。主，求你预备好，让求你差遣我。求主帮助我们预备好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成为那承接祝福的器皿。今晚上有没有弟兄姐妹要分享见证？好，我们掌声欢迎丢罗林哈。感谢主，大家平安哦。因为我要说的话，就是那个10个月前，有一天早上我快睡醒了，就是清晨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跟我说，我的媳妇叫千柔，说你千柔有3个月怀孕啊，因为我那个儿子哦，他们结婚差不多那个半年的时候，啊，我说，哎呦，我就起来，就声音就，我也不是很确定说这个声音是我自己想还是神来的声音，然后我们就祷告，因为他们是那个端午节结婚。去年的端午节，然后就是半年的，我们一直祷告，我们要赶快当阿公阿嬷，因为我的孩子已经40岁了，啊，所以我就跟文珠长老我们每天都祷告，我们赶快让我们当阿公阿嬷。然后这个声音对我来说，我就不敢讲，因为不敢跟长老讲，
有一天我在跟我妹妹，我们3个人在祷告，说为我们祷告，我们赶快要当阿公阿嬷，求上帝给赶快让我们有孙子。我就我妹妹就说好，我们就来向上帝要。我们是每天都祷告，因为孩子结婚，我们也继续祷告。大概他39岁结婚，40岁了，那就是一直祷告，祷告到那个有一天，我就勇敢哦，跟他，我不敢，他们结婚已经半年，不敢跟他，我怕他跟他们讲，会有给他们压力。然后就是说，我有一天就很勇敢说，我说那个千柔，我儿子叫志宏跟上帝要一个恩典跟恩宠。我说为什么要恩宠？恩宠就是你是那个上帝最疼你的那个好的东西给你，就是恩宠。我就想到这样说，你跟上帝要一个恩宠，恩典恩宠好不好？我就勇敢跟他们讲。我儿子说你卖差啦，我讲我卖差，我就问那个我千柔，我媳妇，我讲千柔，他就叫我问我儿子，我以为我儿子不想生孩子呢，结果有一天是快母亲节了，就母亲节就差2天就母亲节那个礼拜，我就收到一个卡片，我就说收到卡片，他又特别打电话，你那个卡片要收到哦，要看哦，好，我就看。那就打开的时候，他卡片就说：“阿母，恭喜你啊！那个11月份哦，你就要当阿嬷了。”然后那个超音波的那个超音波，我们那个超音波的就一起寄过来。我早上来睡午觉2点多，我说起来不要再睡了啦，赶快起来看一看。我就很高兴，感谢赞美主。那个信心的祷告，就是你没有看到就有信心的祷告，然后就一直祷告到，他就告诉我们都为我祷告，因为我快40岁了，让我自然生。然后快到的时候，自然生，我们就一直祷告，上帝他已经那么多岁，你又再给一个恩典给他，让他自然生。然后他又快要生的时候，那个医生跟他说，那个孩子倒立了，就是胎位正了啦，就会自然生。然后就说又再跟我们祷告了，一起祷告，不要让我们在礼拜6、礼拜天生，因为我媳妇也是牧师啊，所以他们很忙。然后就是我们就这样有的我的小姑是伫新市执事嘛，伊讲哪有这样求？看上帝什么时候给我们日期，就是那一天生啊。我说好了，他就这样子叫我们一直这样求，就跟上帝求。感谢赞美主，今天我的媳妇已经生了，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我当阿公阿嬷了。你媳妇也是牧师啊？你媳妇也是牧师啊？然后不要她6日生，不要她大肚子去站讲道，是不是？也没关系啦，我也是大肚子讲道。好了，放错重点了，所以其实不用担心啦，对不对？神有他的恩典，对不对？台语有一句话叫做“阿伯啊生囝”，那我们猜，我不是讲饼，我要猜什么？猜一个圣经当中的人物。阿伯生囝，猜你们想到谁？撒拉嘛，对不？90几岁生囝嘛，对不？所以讲不是不可能的代志，上帝的手中，凡事都有可能。你卖紧张，卖吹。我跟你讲一句话，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不是不报喜讯，是时候还没有到要跟你讲啊，好不好？所以呢，这个都是我们把那个有新的生命，一切都有上帝的恩典，向神献上感恩，太棒了，很棒的见证。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要分享见证的？好，我们的春菲姐，掌声欢迎。牧师师母长老弟兄姊妹平安哈。
我今天是想要就是证实2句圣经的话，我怕自己忘了哈，所以我就写在上面。他说是就讲到是希伯来书11章1节里面，他说论信嘛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2句话哈，其实我都以前有看到，可是叫我讲吧，我讲不出来，老是记不起来。可是我这次哈，这2句话对我来说特别的，那个就是感动，特别感动上帝的话语。为什么？我这段时间传福音嘛，传福音的时候，我真的这段时间觉得自己，我有时候也跟师母说，师母，我有在努力。以前呢，我是传，真是就是传给他们，你听最好听了，不听那是你的事。我觉得是这样子哦。这段时间我就好像这2年的疫情下来之后，对我来说特别的有个负担，就觉得说传给他还要把他传回来，那怎么传回来？这个是个问题，对吧？那我这段时间刚好有几个在这样子在传，那传也传得不错，也就是说他也答应 OK 了，可以，也愿意来上课，也愿意来受洗。然后忽然之间又反了，又就是说反回来，就说我就心上课，心不受洗。那他这样跟我发赖给我，我也就听他这么讲，我就说那再说吧，你先上课再说吧哈。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告诉我说我现在心不受洗了，但不上课了。他说我等明年，你明年再有课程我再来上。我后来就想着，我看了那个讯息以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你知道吧？真的我就连回都没回。最后呢，我就跟上帝说，主啊，我真的有在用心，有在尽力了。我说现在真的要靠你了。我说我该讲的我都讲了。然后呢，我就也真的没有回他。没回他以后，我就跟神祷告，我说这个事情一定要求你来做。最后真的过个2-3天吧，特别感谢主，他自己出问题了，然后哭着跟我说要来上课，要来，我就特别感谢主。我说主啊，你是听我们祷告的主，因为我真是有背后有在为他祷告。我说主，我真的我没办法，我该讲的该做的都做了，可是他还是这样翻来覆去嘛。我说我就交给上帝，然后晚上又有一个，今天这个事情呢，今天他还特别到我们小组来，也有来，师母也知道。那我就特别感谢主这2句话，我就想到这2句话的事情，所以我就把它找出来。然后今天特别奇妙，师母，我回到家的时候，因为我为我隔壁的那个一个大哥祷告，他也是一个人在做的然后我有时候我会出门的时候，刚好遇警，那就会跟他传呢，他也就是笑而已他们家也拜拜。然后我就跟他说，大哥啊，我说你看吧，你反正你在拜嘛，既然你拜了我说也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耶稣看看。讲，我说你看这样嘛，我说户北商家不吃亏。你信了，信你那个信了，但是你不了解耶稣，到时候将来有一天走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去哪里。我说你再来认识一下耶稣，我说对你来说没吃亏嘛，不也挺好的？我就感谢主呢，他还真有听进去。然后呢，后来又没遇见了，然后我就说主啊，我这边报名都快到了，我该怎么办呢？我就跟神祷告，主啊，你要让他出来，让我遇见嘛，要不然我去敲人家门不好意思我说你让我遇见。今天刚好我就回去，就是小组之后，然后也聊，回去的时候刚好就遇见了。遇见你看就逮着机会了，我就跟他讲，然后因为我之前也名片给他，我说你跟我加个赖，我好跟你打电话，他也没电话也没给我，也没加我赖。后来我就今天刚好遇见，我就真的逮着机会，我就一定把他叫走，就跟他讲。然后我说大哥，你真的来试试看，我们这次特别是一个课程。他讲给我讲了以后真的，我说你来。我就这次我就不放过了，我说你把你的名字和这个，就说直接给我，我要给你报上去，因为我这要报名的，要感谢主还真的他愿意了，我特别感谢主，我已经把他报名上去了。后来我问他，因为他是一个怎样他是以前都在大陆工作，好像不知道吃什么，然后
就是声带割掉了，所以他只会听，已经不会讲，讲不出来，没有声音了，所以他用写的。那我后来跟他说，大哥没关系，你看你现在什么话也不能讲，也不能跟人讲话，你干脆来听神的话。我说对你来说不是更好吗？所以我跟他讲，他说你就来听听看。那他说要住我们那一桌上，因为跟别人不认识，对吧？他说住我们这一桌上，我说好，那你就住我们那一桌上。对，然后就也写了名字，也挺好的。对呀，我说就特别感谢主，所以我就想起来，我就是为这一些人祷告的时候，这2句话我就特别的那亲切，你知道吧？对，就是什么叫做你所望之事的一个实底和确据，这个我真的是我觉得圣经里的话真的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它真的是带着能力。感谢主。我们要为这个新生命讲座，还有这个邀请 Best 要下半年的收割，12月19号的胜利点来祷告，然后求主帮助这些 Best， 他们没有任何的拦阻，他们没有任何的犹豫，就来快跑来跟向主。我们也为这些 Best 来提名来祷告。可能有一些福长在我们当中，我们特别为福长来祷告。你要办幸福小组的，举个手好吗？办幸福小组的，现在在幸福小组的，幸福小组今天没有福长来吗？幸福小组有吧？应该有吧？我看每个礼拜天在教会很多的，有吗？有 ，OK。好，我们要为 Best 来祝福祷告，求主挪开他们的拦阻。他们能够来到教会，因为新生命讲座，我们的每一堂都能够对这一些 Best 对这些出信的，赐给他们这个属灵的根基在那生命当中。求主帮助挪开一切的拦阻，保险洁净遮盖这些 Best， 让他们能够来到教会当中，能够来信主。我们以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把我们所接触到这一期的 Best 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我们弟兄姐妹他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未信主的弟兄姐妹，求主你再次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挪开他们生命当中的拦阻及捆绑，挪开一切恶者的攻击，让他们能够平安的、快速来跟随耶稣基督。求主帮助保护他们，让我们在这一季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把得救的灵魂加添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把未信主的灵魂交在我们的这些福长的手中，好叫他们能够牧养、关怀、带领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求主你再次恩膏在所有我们的幸福小组的当中，每个礼拜他们在 run 这个幸福小组的时候，主你的恩典平安就与他们同在，让 Best 都能够到位，都能够真实的来认识主你的话语。谢谢主，祝福我们所有的幸福小组，祝福我们所有的 Best， 愿主的恩膏充满帮助在所有的这个得救的灵魂的生命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一起来读一段神的话语。预备来。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
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希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照你眼中所看为善的。希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你回去告诉我民希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上帝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3天，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你和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居家用耶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3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就是他是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10度呢，是要往后退10度呢？希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10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10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哦，在陈牧师所看到的意象当中，要丰盛、倍增跟拓展。所以今天的经文，我想要拓展的时候，要先拓展的一个东西就是信心，拓展信心。跟我说的是拓展信心。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介于有信跟不信中间，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是好像是在打水漂一样，就是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看到有那个涟漪出现，但是问题是没有任何的结果。好像时候我们在拿着空的这个钓竿在钓鱼，期待这空的这个没有任何的鱼饵就能够钓到鱼嘛？还是不小心去捞到一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是这样子，你需要拓展你的境界的时候，必须要先拓展信心，必须要有往前勇敢的往前走一步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信心的去跟着上帝的应许来往前走。因此，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一直不断的充满埋怨，充满了苦毒，充满了不舒服，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不够，他们不知道他们下一步他们的目标在哪里。即便神清楚的告诉他们说：我要你们去得到那迦南美地，早就已经为你们预备好了。即便神用云柱火柱为他们开路，即便神从天上降下吗哪以及安豚低飞喂饱他们，他们仍然不相信，因为他们只在把他们的所有的专注放在他们身体不舒服这件事情当中。我现在不舒服，我渴得要命；我现在不舒服，我的脚蛮痛的；我现在不舒服，因为我没有肉可以吃；我现在不舒服，因为摩西到山上去祷告了。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哎呀，大家赶快把所有的金块收集起来，融成一个金牛犊吧，再找另外一个人来带领我们吧。就是他们把他们的所有的专注，为什么信心弱？因为他们把所有的专注都放在目前所遇到的不舒服跟困境当中，他们把所有的专注都放在现在的不舒服、痛苦跟困境当中。但是摩西有没有？摩西与他们不同，摩西有没有不舒服？有啊，他面对了3重的压力。第一重压力是来自于他要带领的以色列民是非常难带领的，是硬着向前的百姓。第二重压力是来自于他的亲族，他的哥哥姐姐跟他的哥辖之族的这样子的挑战，说凭什么人家领导我们？第3个的压力是他在旷野当中面对外族的侵扰，面对这么多人要吃饭的压力，他3重压力加在他身上的时候，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摩西所带来的榜样是什么？他转向神去祷告。当所有的人埋怨他的时候，他转向神去祷告；当他遇到困境的时候，他转向神去祷告。所以西西家王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当时他所遇到的非常极大的困境是，亚述的军队是非常强盛的军队哦，亚述的军队要侵犯这个犹大国，但他每一次都透过祷告胜过亚述的军队。即使我们看到第19章的时候，上帝亲自击杀亚述军队185000人，这是何等大的神迹！这是何等大的神迹！他3次脱离了亚述帝国的手。可是到后来第20章的时候，他好不容易带领整个国家脱离亚述帝国的手。20章的时候，突然间他生了病，要死了。而且上帝还特别差派以赛亚，告诉以赛亚说：“你去对西西家说，赶快写遗书吧，故人列律顺便写一写，因为已经快要办理了自己的告别式了。”他叫以赛亚去跟他说，西西家听了之后当然是十分的震撼。但是后来我们看到西西家他面对生命当中的困境跟难题的时候，他的那个拓展他信心的那个果子跑出来了。过去我曾经曾经战胜3次的亚述，现在我面对我生命当中极大的困难跟难题的时候，我记得了我应该要祷告，即便我信心不够，但是我仍然用祷告来面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好吗？西西家的祷告，其实在列王记下20章，这篇祷告很简短。你如果看到以赛亚书第39章的时候，哇，那个祷告非常的精彩。这个以赛亚这个记录西西家王的这个祷告，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好吗？看一下西西家王他是怎么祷告的。西西家王就脸朝墙壁祷告耶和华说，脸朝墙壁是什么呢？背对了众人，然后脸朝墙壁是不要让别人看到我哭泣，只有我这时候向神倾心吐意。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很需要面壁，就是面着墙壁，是只有专注在神的身上啊。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的，所以他就脸朝墙壁祷告耶和华说什么呢？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有做你眼中看为善的。然后后来他就痛哭了，他说：“求你纪念我吧，我过去我也很努力做你所喜悦的事情。”可是我们看到神给他的回应是什么？他在原文里面其实只有讲说：“求你救我，求你救我。”可是神给他回应说什么呢？你看啊，我们往下看，神给他回应说什么？对，我们下一个，对，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的上帝如此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哇，你知道吗？又真又活的神，他听见你的祷告，看见眼泪，你眼泪不会白流，你的祷告不是白白的，这个跟空气斗拳，不是喃喃自语，因为有个爱你又在乎你的神，要听你的祷告嘛，不是吗？所以我们每个礼拜3在这里听到好多的见证，就是神要听我们祷告，应用我们祷告，然后呢，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去建立、拓展我们的信心嘛，不是吗？所以每次我听到别人见证的时候，我就跟神求说：主，求你帮助我，让我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也经历同样的恩典，经历同样的神迹，经历同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你们有这样的期待吗？有嘛，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就代替上帝，我们不太敢祷告，为什么？我们觉得问题好像很大，所以我好像祷告神没有成就的时候，是神的不对，好像我们都代替神想好了，帮神想了理由了，帮神想了退路了。那他是上帝，他不需要你帮他想退路，不需要你帮他想理由，你只需要转向他，然后勇敢的对他祷告说：主，求你来医治我现在，就是现在我需要嘛，我求你来帮助我。我们的祷告并不是就是这个无理取闹，或者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对不起，我还是要看到经文哦，谢谢。所以你看到他说什么呢？我必医治你，到第3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他给他个应许咯，我必医治你，到第3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然后呢，怎么样？下一页，他说：我必增加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的手。这些是不是西西家王他自己求的？不是，
但是神是自己加上去给他的，有没有？有嘛？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求1cc，神却给了我们1000cc，懂吗？我们只有求1瓶养乐多，但是神却给了我们一瓶比菲多。哎，听得懂吗？养乐多很小啊，比菲多很大瓶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他就是他合神心意的人在祷告的时候，神会超出你所求所想的量给你。哎，他叫你说不要再专注在你的痛苦当中，你要转向墙壁，向神痛哭没有关系，而不是你转向众人去求御医救我，快把民间所有的偏方都找来，把我的宫中的祭司全部聚集起来，快把先知再找回来为我祷告，快点献祭。不是西西家王，他是转向墙壁，然后痛哭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听了他的祷告，把1cc的养乐多加到1000cc的比菲多。不是只有要让你得医治，还多你15年寿命，并且保护你这个城不再受亚述的攻击。果真在西西家王的年代当中，他没有再遭受亚述王的任何一次的攻击，是因为神的话应许在当中，所以西西家王的祷告被神听见之后，他拓展他的信心，在15年之后，神再给他一个机会，说为什么不是20年、30年、40年？因为他已经在位14年了，他第14年的时候已经要过世了，神愿意再给他15年，让他能够重新整顿，重新的帮助以色列人，帮助犹大国能够走向合神心意的道路当中。所以我要讲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我要讲的事情是，陈牧师讲过，你要能够这个就位，哦，对不起，你要能够定位清楚，然后你才能够就位，啊，你做的事才会到位嘛。你自己的定位如果不清楚，你好像我不是神的儿女，我是基督徒，但是好像信一半，好像我是基督徒，可是我的祷告是很弱的、无力的，好像我的读经的生活好像也很弱，好像听诗歌会腻，听祷告、听讲道会烦，然后呢，做什么事情都觉得很讨厌，啊，信一半，我说这个信一半还讲的有点太美了一点。有些人服侍，哇，做这就无聊，做迄嘛就忝。啊，咱做伙来做这，卖啦，这届卖好啊，后届可好啊，卖搞我招啦，因为你没有定位你自己身份清楚嘛。你作为一个长老执事的时候，你如果定位清楚，你是神的仆人，你是被神所选召的，选举是上帝暗中的选召，你作为长子，你应当要定位清楚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我担任这个职务也很无聊，我担任这个职务没有用，我担任这个职务没有什么可私利的地方，不会的。当你清楚知道说我的责任、我的任务在哪里的时候，我就会就位，对不对？我就会知道说我应当施力的点在哪里，然后最后我就会所做的服事就会到位，懂吗？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能够定位自己是属神的儿女的时候，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的什么子民。如果你定位清楚，神一直帮助你在定位你清楚，定位你自己定位清楚啊。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你们所侍奉的这个君王，并不是地上君王，是天上君王。你们所属的国度，并不是地上的国度，是圣洁的国度。因为你们是上帝的子民的时候，这样定位就清楚啦，你的祷告就有力量啊，你的唱诗歌就有力量，你的敬拜就有力量，你的聚会就有力量，不是吗？但是我们常常很多看到基督徒的定位是不清楚的，好像可靠又不可靠，好像可信又不可信，好像要祷告又没拿不来那种感觉，好像为主见证又好像又自己都没有，自己所说的都没有信心。这样半桶水的基督徒，你的祷告会被神倾听，那也是蛮奇怪的事情，因为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了。所以这样的基督徒，他会花很多时间在无聊的事情当中，
还花很多事情在无聊的这种不是重点的事情当中哦。我最近我就突然在玩这个放大镜，有玩过放大镜吗？我就去书局的时候看到放大镜，我就突然想起，哎呀，放大镜神学。什么叫放大镜神学？当你这个放大镜聚焦在太阳底下聚焦的时候，它会怎么样？产生热能，然后它会产生燃烧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没有聚焦的时候，它是会把东西放大。但是你没有，你一直把东西放大的时候，你没有产生任何的这个功能，也没有办法对它产生任何的改变，懂吗？如果你没有聚焦的时候，你就是一直放大教会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聚焦在神的国度的时候，你一直放大人的问题；如果你们一直聚焦在神国度的事情，你没有任何的不会产生任何改变，它不会烧起来。可是当你聚焦的时候，你会看到你所聚焦的那个点啊，那个光点开始燃烧，哇，那个有玩过这个吗？有吗？大家都玩过吗？没有玩过就代表没有童年哦。还是你们现在没有年轻人现在有在玩放大镜吗？很少吧，没有。等一下叫盛阳哥买一个给你啊，不是盛阳小组的吧？哈 ，OK 好。所以你知道吗？我们没有聚焦在神的国，我们就放大世界；没有聚焦在福音，就放大教会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专注、专心，就如同这个西西家转向墙壁，专注、专心在神的身上一样，必须要专注、专心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求了，就说，这个叫做以赛亚就回去跟他讲说，神已经听见你的祷告了，他必延长你15年的寿命。而且在3天之后，你要能够上圣殿去敬拜神，向神献祭，并且在你还活的时候，这个亚述不会再攻打你的国家。然后他就说：“那对不起，我要求一个印证，求一个兆头，就是那个日晷哈，他们没有时钟，没有时表嘛，没有手表嘛，就是在这个日晷用太阳照下去的时候，他就说你要往前10度呢，还是往后10度？他说往前容易啊，日子过得快很容易，我要往后退。”果真往后退10度了，往后退的，果真往后退。意思是说什么呢？神愿意按照你为了要兼顾你的信心，要拓展你的信心的时候，神愿意彰显他自己给你看。神愿意彰显你自己给你看。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要开始来到神施恩宝座前，你必须要能够清楚的定位、就位，然后你所做的事情才会到位。早上陈牧师讲了，他说有小组的教会跟小组化的教会是不一样的。哪里不一样？有小组的教会，它就是有小组，它没有任何的改变。它有小组在聚会，但是它没有任何的增长、任何的改变，没有任何的质变。但小组化的教会是它的细胞小组是活的，它是能够成长的，它是能够分裂的，它是能够有活泼的生命力在当中的。这小组化的教会，所以我们必须要更清楚专注在神国的任务当中。所以我要清楚告诉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清楚告诉你们一个属灵原则，就是你交什么东西在耶稣手中，他就会成就什么的事情。记得吗？这个在迦拿婚宴的时候，他把水浇在耶稣的手中，水就变成酒了。记得吗？当他把这个5饼2鱼交在耶稣手中的时候，上帝就把5饼2鱼喂饱了5000人了。可是当法利赛人把不信交在耶稣基督手中的时候，法利赛人的不信啊，他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生命就带来了咒诅跟苦毒怨恨，懂吗？懂了吼。当比拉多把他的虚伪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充满了虚假，在众人面前洗手，说这事与我无关。所以清楚的属灵原则，你把什么东西交在神的手中，你就会得到倍增而且奇妙的祝福。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的就位，要定位、就位跟到位。这是好久以前的故事，有一个会友，他就拿了一个猪头，然后就拿给一个牧师。牧师，你们山上不是我这个牧师，是以前的哈，以前很久以前的故事的一个牧师哈。我用这个故事做结束。这个猪头很大，然后呢，他就拿给牧师说：“牧师，这里有一个大猪头哈，我知道你山上有养很多狗，
那么你把这个猪头卤一卤，剁一剁，拿去喂你的狗吃，这样子。好 ，OK。就这个牧师他把这个他就交代这个姐妹说，你把那个猪头煮一煮，我带去山上好了，这样子拎着其实也蛮可怕的。OK， 好，他就水烫过之后，后来有一次那个姐妹就上山去爬山，经过那个牧师所拥有的那个山的时候，然后看狗一直叫，然后呢，他就走过去闻到臭味，结果他吓了一跳，那个大猪头就在狗那个地方，然后狗都不敢去咬那个大猪头，你知道吗？然后后来他就下山就质问那个牧师说：“牧师，我不是跟你讲说那猪头卤一卤切一切喂你的狗吃？”他就说：“哎呀，那个狗自己有牙齿会去啃那个猪头。”他就说：“那个猪头那么大，是你丢在那边，你敢去吃它，敢去咬它吗？”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当你会有好可怜了，你的奶水就这样随便洒一洒，有吃到就吃到，没吃到就洒在地上就算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当成为这样的人，这个也成为我自己的提醒，懂吗？也成为我自己的提醒，就是我们做任何事就把它做到位，就把它做到位。我这一生都是马马虎虎的人了，可是当师母生病的时候，我的生命越来越清醒。很多事情不能马马虎虎。我在家里帮他换药的时候，我要很小心，因为他只要一个不小心会感染。我要帮他在做任何的复健的时候，很小心，因为他如果脚去碰到或撞到的时候，就多一个伤口，就多一个感染。因为他身体比较虚弱，他很容易感染。那我感谢神，就是在我生命很多时候都是马马虎虎在过生活，浑浑噩噩过生活的时候，我来到右昌，我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清楚知道自己的生命跟使命是什么。不是代表说我过去不清楚，而是模模糊糊。可是我现在越来越聚焦，越来越清楚。当师母生病的时候，我越来越聚焦，越来越清楚。当我们出院的时候，我越来越聚焦，越清楚说神要我们做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们，有时候生命当中会产生一些意外，但这些意外去帮助我们转向墙壁，痛哭流泪的时候，神就应允我们的祷告，拓展我们的信心。我相信神在今天晚上要拓展你的信心。我相信在今天晚上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们的生命当中有些难处会被得到医治，会被得到改变。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祷告。今天晚上我们如同西西家王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帮助我们转向你，更多更努力的为你而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定位清楚，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就位，我们所做的服事能够到位，让我们能够经历这样的丰盛、倍增、拓展的生命。愿你再次恩膏在你的百姓生命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我们对主的爱。主耶稣，我求主，无一人能像你，我愿一生全心赞美你奇妙大能的大。宣告主，你是我的安慰，你是我安慰，是我避难所和力量，我的一切，每个气息，永远不住敬拜你。举起我们的手，向主来欢呼，向主欢呼，永远全地扬声唱，颂赞荣耀能力归于君王，众山跪拜，众海洋欢呼，歌颂主的生命。我要歌颂，我们要歌
颂主的作为。我要永远爱你，仍要坚定，无一事无能与你的应许相比。再宣告说，向主来欢呼，向主欢呼，愿全地扬声唱，颂赞荣耀能力归于君王，众山跪拜，众海洋欢呼，歌颂主的生命。我要歌颂，我们要歌颂啊！我要永远爱你，永远要坚定。哦，无一事无能与你的应许，无一事无，我无一事无能与你的。再次宣告说，无一事无，无一事无能与你的应许相比。上帝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爱你们，我单单的爱你们。你们在列国当中，你们是最弱小的；你们在列国当中，你们是最无能为力的。但是我单单的爱你们，以色列人；我单单的爱你们，被神拣选的百姓。我单单的就是爱你们。你要成为大群，重新回到神所应许的土地当中。你们要成为大群，重新去抓住神所应许你们这样奇妙的大能。所以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我们跟神说：主，我要单单爱你，即便我现在好像很软弱，即便我现在好像觉得我自己好像离你很远，即便我现在好像无能为力做一些事情，即便我现在好像没有办法改变什么的时候，主，我要像西西家王转向墙壁，在你面前痛哭，对你说：主，求你帮助我，求你应允我，求你再次帮助我，能够重新燃起对你的信心跟对你的爱火。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时候就与神连结。在镜头前面的，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与神重新做连结。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求你再次动工在你爱中，再次恩膏，再次帮助，再次来到你的灵圣宝座前。主啊，求你再次用大能的手来连接，再来扶持你的百姓。求你再次恩膏，再次来帮助。求你再次。我们的灵与你相连，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称颂你，主啊，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向主欢呼，愿全地扬声唱，颂赞荣耀能力归于君王，众山跪拜，众海洋欢呼，歌颂主的生命。我要歌颂你大能的作为，我要永远爱你，永远要坚定。无一事无能与你的应许相比。我们要为我们教会庆祝70年的这个设立70周年来祷告。我们能拿什么作为礼物送给神呢？无非就是得救的灵魂，更不断的来到神面前为福音奔跑的心，跟为福音奔跑的脚。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灵魂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不论做我们有什么许许多多的事工，许许多多的档案的整理，
许许多多的这样子的创作跟诗歌，只为了一件事，要让神喜悦。阿门。主，谢谢你在70年前，你拣选的这块土地，召聚你的百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向神献上感谢。每70年发生大事，在明年的70年之后，我们就开始勇敢的迈向黄金10年。是，我们在这10年当中，我们弟兄姐妹，你要记得我们都是一起搭上这个圣灵复兴浪潮的人啊。阿门。你知道吗？你的祷告到10年之后，你会觉得说，不落空，神竟然就这样成就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能够在70周年的整个筹备跟整个的运作，都能够讨主喜悦，让主欢喜。我们也在11月份我们的这个爱可儿的行动，能够去彰显出神的荣耀来，去把我们的爱分享在社区当中。阿门。11月14号的捐血活动也交在神的手中，求主来帮助，让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个更多的这个血，能够去帮助有需要的人。阿门。我们更把我们的长子选举放在上帝的手中。阿门。真的要开始要为这件事情，我知道大家已经开始了，我们就为这件事情来迫切的祷告，求主呼召出合神心意的这样的长子，或者让他们能够定位就位到位，能够在黄金10年的这样的打下非常美好的根基。求主帮助我们把这些事情完全交托仰望在神的手中。我们呼喊神圣主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主啊，主啊！主，我们向你来祷告，向你来呼求。主，我们为着我们的悠长教会，主，我们要集结一将70周年。主，这70年，前面的70年，神你带领，主你也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在这个后续的70周年当中，主啊，特别是这个黄金10年里头，我们经历到极大的复兴跟翻转，悠长要成为一个复兴的开始。主，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复兴的管道。哈利路亚！主，我们向你来祷告，我们向你来呼求，主你继续的带领看顾，主你祝福我们在11月，我们有许多的活动，主不管是在每一周的新生命，不管是爱可儿的活动，不管是在11月14号的捐血，主每一件事工都是神你为我们预备。哈利路亚！主，我们向你来祷告，主你要为我们掌权。主，你要掌权在这所有事情上面。主，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能做正确的决定。哈利路亚！主，我们现在来祷告，为着我们的教会的长子的选举来祷告。主，在未来4年，我们要新的一批的长子来带领我们。主，你为我们预备，主，你为我们选出那适合的同工。哈利路亚！像树欢呼，愿全地扬声唱，宣告，颂赞荣耀，能力归于君王，颂上对岸，从海洋欢呼，歌颂主的生命，我要歌颂你大能的作为，我要永远爱你，永远要坚定，无一事无能与你的应许，宣告说，无一事无能与你带着信心来唱，无一事无能与你的应许相比。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家人求平安，我们要求主来兼顾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庭的我们的家人平安并不是白白得来的，在你的每个祷告、每个祝福当中，听你的祷告，曾祝福你的家庭。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难得的时候，我们更要来到神的面前说：主，求你祝福我的家庭，我的家人，每一个你都可以为他提名祷告，是求主赐给他
平安，求主赐给他健康，求主保护你的家庭，所赐的产业坐落在那佳美之处，神必为你来持守。我们求主来看顾，求主保护我们的家，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为着我们的家庭来祷告，是为着父亲，为着爸爸，为着妈妈，为着心仪，为着2个女儿愉悦娱乐，为着圣阳，也为着我的岳父岳母。心仪的兄弟姐妹，哈利路亚！主，每一位我们的家人，都向你来献上祷告。主，这个家人是为你为我们预备的，为了是要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来提升我们。哈利路亚！主，你赐给我们家人有健康的身体，热情服侍你的心，谦卑为生。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向你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有为目前仍然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为这个丽华姐妹这个婉玲小组她的先生丽华姐的先生石清文弟兄胰脏癌，我们就求主来医治他。我们也为这个瑞如来祷告，求主来帮助瑞如，求上帝的医治就临到瑞如。我们也为怡君的妈妈和我们的这个牧区是圣阳小组的，叫什么怡君？太多怡君了。他妈妈叫什么名字？怡君的妈妈，主，你知道她的名字？秀美，对，秀美，对。我们这边有名字我们就为他每个需要弟兄的姐妹来提名代祷。当然也为了我的师母来祷告，求主帮助他。他昨天他能够站立起来，超过5分钟、6分钟了那他连续他站了2次，但是后遗症就是他全身会酸痛那就求主帮助他，让他能够站立，能够走路，然后让他不要全身酸痛这样子了。男生嘛，我们对全身酸痛这种事常常发生了，对不对？我们常常全身酸痛，所以我同理心就比较弱一点。所以他就会生气因为那求主也帮助我，让我有多一点同理心我们不要就是我们自己酸痛就轻看别人的酸痛了然后求主帮助，让师母能够得到全然的，我的师母能够全然医治，把这些弟兄姐妹完全交在神的手中。我们要为他们来提名祷告，求主医治平安就临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Shri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向你来祷告。继续来宣告说，向主，向主欢呼，愿全地扬声，举起手来敬拜他，扬起我们的声音，向他来敬拜。众山跪拜，众海洋欢呼，歌颂主的生命。对主说，我要歌颂你的大能，我要歌颂你大能的作为，我要永远爱你，永远要坚定，我无一失误能与你。再次宣告说，无一失误，失误能与你。最后一次来说，我无一失误能与你的应许相比。天父，我们按照你的应许，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圣宝座前，举手呼求，开口祷告。在今天晚上，你就倾听每位弟兄姐妹的祷告，触摸他们的心，你医治、平安、丰盛的恩典永留在你所爱的教会的当中，让他们能够欢喜的带着神的祝福以及恩膏回到他们家庭当中。愿你使他们生命为主发光。主，求你在这恩膏所有愿意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哈利路亚。对旁边说，你是蒙福的人，是蒙福的人。